環3下，斬橋護中，一斬橋啊！一斬橋嘅時候，左手抱翻拳啊，又一斬橋啊，轉身虎尾錘啊，又一樣啊，再嚟內蕩手一個蛇蕩手，一蕩手飆翻出去啊！呢個再睇一次，一護中虎尾錘咁樣一蕩飆翻出去啊！再嚟一蕩翻入嚟拜佛掌啊！一成下標左入邊啊！拜佛掌，拜佛掌之後攤橋一攤啊，圈橋抱拳。詠春拳嚟講呢，有一個特點啊，就係呢兩邊呢個同等咁樣嚟訓練嘅，咁所以嚟講呢，一般嚟講呢，練熟一邊啊，跟住右邊嚟講呢，啊，或者練熟左邊，或者練右邊係一樣，練熟右邊左邊亦一樣。咁呢個嚟講呢，就大家嚟講練嘅時候留意下就得啦，呢一點就。